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的圣名里面，我们互相请安，也愿圣灵此时此刻带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主，也进入到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经验，当我们遇见上帝，特别是在圣殿里面遇见上帝。竹堂教会今年的查经有环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如何遇见上帝。遇见上帝对一个基督徒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能够深化我们的属灵的知识，从圣经的阅读进入到真正的经历到上帝，经历上帝，经历耶稣，跟经历圣灵。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通过先知哈该，他经历到上主在他的圣殿降临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得到翻转。他的信心不只是听到神的话语，从古老以色列人的祖先所留下来的摩西五经，更真真实实的在圣殿里面，就是所罗门王为上主所盖的以色列人的圣殿，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神降临在那个地方，对哈该跟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今天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在回顾圣经的话语，更重要的，让我们进到自己内心的圣殿。所以我将哈该书第2章第20节，以及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6节、17节，将它连结在一起。我们不只是进入到我们所归属的教会的礼拜堂来敬拜上帝，而且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圣殿，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让我们在我们自己属灵的经验当中来回想，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从慕道一直到今天，经历过无数次的敬拜神。我深深的问我自己说，在我生命当中有几次，有什么时候在我的记忆当中深深的影响到我的属灵的生命跟与神相见所带给我生命的翻转。我也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进入到神话语的反省跟神话语的省察的时候，愿圣灵带各位弟兄姐妹回到自己属灵的旅程过程当中，我们在哪一年哪一个时刻，在哪一个礼拜堂，在哪一间教会，我们被圣灵所触摸，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神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这是我们一个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回忆。因为当我们回顾神来造访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一次一次的被建立，让我们能够通过今天的敬拜来回想自己属灵的经验。身为一个牧师，因为工作的机会，我经常的拜访不同的教会，在学习跟拜访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教会带给我生命深深的一种感动。每一次我看到让我心里面震撼的教会跟牧者的牧养的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神讲了一句话说：神啊，你是给他的，他有的我也要有。这是我从年轻一直到今天，每一次看到神同在的教会，我从心里面都会有一种渴慕的心，跟神说：神啊，你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一切奇妙的大功，主啊，也愿你让我带回到我自己所心爱的主堂教会，与我的弟兄姐妹分享。哪怕是一次的讲道触摸我的心，我也渴望回到自己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一个牧者所如何解释，如何能讲明了神话语的真谛。那有时候是通过神在那个地方圣灵的降临，让我的心中得到满足。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进入到神的圣殿，我们真的能够在圣殿当中看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不只是看到神的荣耀降临，我要为各位弟兄姐妹来做祝福跟代祷，渴望每一个基督徒每一次进到神的圣殿的里面，我们都能够享受与神相遇的喜乐，与神相遇的喜乐。我们要享受做礼拜，我们要享受祷告会当中与神相亲近的那种祷告会。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敞开自己的内心，我们跟圣灵呼求说：圣灵，求你来带领我，
能够每一次的敬拜当中，让我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上帝。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教导那个撒玛利亚人，他说：“你不知道你的敬拜，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在敬拜的是谁。”耶稣基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一句话说：“神是一个灵，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人当用心灵跟诚实。”心灵就是用一个全人全心全然的安静的敬畏的心来敬拜这个看不见的上帝。用诚实的意思就是用真诚真心，不是虚假。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来敬拜耶稣基督所介绍带领我们敬拜的天上的父。因为耶稣说神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敬拜者呢？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在雅各井旁边谈论到宗教信仰。他说：“我们的祖先在基利山上敬拜，你们的祖先在耶路撒冷敬拜。”各位弟兄姐妹，敬拜不是在基利山或者在耶路撒冷是地点的问题，不是，而是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所以耶稣谈到说，天上的父耶和华上主，他要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也求圣灵光照，让我们成为懂得如何敬拜神的人。就如同保罗在马太福音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他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敬拜，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服事。保罗说：“各位弟兄姐妹，我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献自己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不只是谈到侍奉主，不只是谈到了基督徒的宣教事工，更重要的这一个字眼就是谈到了理所当然的敬拜，因为这个字就是敬拜。然后理所当然这个字就是合乎圣经教导的一个敬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礼拜让我们在圣灵的面前将自己的心门敞开，也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不论我们是一个好几代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初信主的慕道友，愿今天的敬拜跟今天的经文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至圣所，就是到圣殿的最圣洁的内处，心灵的深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神要这样子的人，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过去的敬拜。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与诚实。所以敬拜神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这个就是心灵的这个字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匆匆忙忙的来到教会，例行了一个信仰当中一个规律的生活的一个习惯，将一个敬拜当作一种习惯，是一个规律的习惯，而忽略了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能够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被圣灵所运行跟充满。愿今天的礼拜是我们重新更新，如同那个雅各井那个活水变成的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的圣灵的江河，从内在能够泉涌，生生不息，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提醒当中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带着我们渴慕跟敬畏的心进入到神的圣殿呢？有些人来做礼拜，并不是真正的从心里面一种很真诚的渴慕跟敬畏来敬拜这一个看不见的永恒的真神。愿我们在今天能够得到这个经文上的特别是哈该书，他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导者，怎么样在一个乱世当中来带领他的弟兄姐妹重新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敬拜上帝。今天的经文谈到的这一个哈巴谷书，它是先知书里面一个极短非常短的一个篇幅的小先知书。这一个先知书里面只有3章的章节，那里面有3句话，等一下我会为各位弟兄姐妹引导大家来读这3句话。哈巴谷这一个名字，它本身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意义，来自于希伯来文。哈巴谷这一个字就是一个拥抱，
就是当我进到神的面前，我被神拥抱；我进到神的圣殿，我伸出双手来拥抱我天上的父。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就象征着敬拜真正的精神。做礼拜敬拜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被神拥抱，被圣灵拥抱，而且能够恭敬在圣殿的里面来拥抱我们所看不见的耶和华天上的父。愿我们能够从哈巴谷先知学到他的信仰的态度。首先，我要今天带给各位弟兄姐妹的经文只有4句五个经文，就是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以及第20节。那我跳过中间的一段，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一个领受的心、恭敬的心、祷告的心来聆听这一段的经文。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哈巴谷说：“我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了什么话，我可用什么样的话来向他诉愿？”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代表了哈巴谷就是在暗夜当中守护着以色列军队、守护着城墙的一个先知。他用这一句话来象征，他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灵命的一个守望者。他经常在祷告的高台上，就是守望所，在望楼上。当众人皆睡眠的时候，这个先知在众人当中来求靠上主，来成为众人的一个守护者。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他谈到了2件神。当他与神亲近的时候，有2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造就。第一个就是敬畏神而倾听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我们能够用我们内心的真情绪、真正的心灵来回应，用一个得体的合适的话语。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应圣灵的感动呢？我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回应神对我的教导呢？能够跟他表明我心中的苦毒，跟我一切心里面的埋怨诉愿。各位弟兄姐妹，哈巴谷在这个地方就教导我们，做敬拜的当中，在礼拜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恭敬的等候神对我们讲话。第二个，当神对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他的话语来做祷告。所以在2000年来，有一种读圣经，叫做用祷告的心读圣经，用所读圣经的感动来祷告，我们称之为神圣读经法，或者圣言咏读。各位弟兄姐妹，听跟讲就是一种属灵的沟通，就是在神的面前一个双向的生命的一个交流。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哈巴谷书这一本短短的先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的主旨，就是在教导这些在乱世当中的犹太人。哈巴谷书要唤起所有神的子民，特别是在暗夜当中守护自己敬虔的人，他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当时犹太人在主前第7世纪所遇到的巴比伦即将兴起的这种帝国的强权。当时的犹太人已经感受到外来的军队的攻击，叫做加勒底这一个游牧民族，也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王国的兴起。哈巴谷跟他的弟兄姐妹在耶路撒冷城墙里面就感受到一种乱世的来临，生命的枯萎。所以在那个当下，哈巴谷得到神的启示默示，要将神的感动跟意念来传递给暗夜守望，能够在神的面前因神的话语而得到生命的人。所以哈巴谷书最重要的就是教导人在苦难当中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哈巴谷书最重要的精神，也就是教导人在乱世的当中能够因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正的成为生命的光。愿我们今天能够从哈巴谷所带给我们的跨越了2600年的时空，来进到21世纪，我们当代新的生命的开始。哈巴谷书不只是拥抱了上帝，哈巴谷最重要，他是拥抱了神的话语，他真真实实的让神的话语掌权。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哈巴谷这种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这种信仰的态度。3章的经文
在一个短短的先知书里面，有3句非常重要的话语。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在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之后，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这个短短的3章的经文一口气能够一气呵成的读完，一气呵成的读完一本书信。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个完整性，能够知道哈巴谷他在讲什么。在这个里面，他讲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记载在哈巴谷书第2章第20节，他说：“上帝降临在他的圣殿。”这个圣殿是犹太人第一间的圣殿，也就是大卫预备所罗门王所建造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圣殿经历过300年、400年，将近400年。这个圣殿因为外族军队、帝国主义亚述跟将来的巴比伦，这个圣殿将会被破坏。以色列人民将会被俘虏去侍奉其他的帝国。各位弟兄姐妹，但是这个圣殿尚未毁坏的时候，上灵降临在他的圣殿，神对他讲了一句话：义人将因信得生。信什么？信上帝所讲的话语。因为今天在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到第4节，神嘱咐了哈巴谷，他说：“将我所传给你、所默示、所启示的话语，你就写在石板上，写在板子上，让所有的人听了以后能够带着走。这些将神的经文写在，不论是在羊皮书上，或者在蒲草纸上，或者在石板上、木板上，铭刻在人的心灵，是新版，不是石板。各位弟兄姐妹，人将因神的话语而得到生命。”一直到哈巴谷书最后的第3章第17节、16节到19节，在那个地方，哈巴谷感慨着国之将亡，就是以色列人将被俘虏到巴比伦。他知道将有苦难的临到，所以他说：“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结果子，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子。”在羊条来，就是一个圈养牛羊的那个圈子里面，已经不再有牛羊的时候，这是代表着一种生命已经枯萎的一个情境。但是哈巴谷在最后用了一个感恩跟宣告做结束。他说：“耶和华必成为我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仍然坚持，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从哈巴谷来学习他所讲的这几句话。第一个，在哈巴谷书第2章20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各位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进到神的圣殿的时候，不要用嬉笑不要用逛市场的那种随便的心态，而是用一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静然默祷。每一次我去参观韩国的教会，我看到韩国的教会没有一间是例外的。我看到每一个人不只是牧师，甚至是弟兄姐妹，就是信徒。每一个进到圣殿的里面的韩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第一个动作就是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然后就安静的做祷告，深深的感动我。有什么样的教会那么的全备？所有的弟兄姐妹进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就是这种肃静静默。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直到我们一生的做敬拜，我们就带着这种敬畏的心进到神的面前。刚刚我有说第二句话记载在哈巴谷书的第2章第4节：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术不正，唯有神的子民，唯有敬畏耶和华的义人，将因信得生。迦勒底人，这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王国的一个开创者不是今天的在加勒底海的那一群人，不是。各位弟兄姐妹有外邦跟强权帝国的侵袭，这个世界上许多的强权，看得见看不见的帝国主义、军事或者经济，席卷了全世界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例外，就好像在3000年前、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今天在一个无形的罗马帝国的一个侵袭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脱离这种世俗的诱惑跟世俗的捆绑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信
因信称义，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因信称义，也因为这个信仰而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将我们所有的枯萎的生命再一次摆上在耶和华的手上。哈巴谷将他的所有的困境就摆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宣告说：耶和华必成为我的力量。当他用一个笔墨来形容他犹太人所遇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说：无花果树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不效力也是不结果的意思。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面不再有牛。各位弟兄姐妹，这几句话就是象征着生命的枯萎，应当有生命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不断的一个生养，却断绝了他的生命力。各位弟兄姐妹，有时候教会也因为世俗化，有时候一代不如一代，这一些话是因为人没有敬畏神，站在圣殿的里面来敬拜，站在耶和华的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哈巴谷。他说：我必因耶和华而欢喜，我必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主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阿们嘛！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论任何的情境，不论是我们的生命的顺境或者逆境，我们都在神的面前说：人关起了我前面的道路，神必我敞开新的道路；人关起了一个神恩典的门，神必为我开启另外一个恩门。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3个功课。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我们进入到圣殿，那是一个可敬畏的地方，不是无所谓的可畏，不是对不起，牧师打字的时候打错了，是非常的令人敬畏。上帝所临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何等可敬畏的地方。这一个字是来自于雅各的天梯。当上帝从裂天而降来造访睡梦当中的雅各的时候，雅各揉了他的睡眼，然后醒过来说：我真不知道这个是何等神圣的地方，耶和华也在这个地方。他就称那个地方叫做那个地方，后来称为伯特利。伯特利翻译成为希伯来文，就是神的圣殿，是神圣的殿，是神圣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不论是在我们共同的礼拜堂里面，它称之为圣殿，或者在我们内心的深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圣灵与我们相遇的圣殿。那个地方都必须成为，必因为神的灵在，必因为神的灵在而成为何等可畏，神的殿，天的门。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28章17节，雅各他看到天上的天梯跟神的降临，他就从心里面赞叹说：这是何等荣耀，圣哉圣哉圣哉，是神的殿，是天上的门。愿圣灵经常造访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内心能够真的与神相遇。圣殿在希伯来文当中最重要，它的字根，圣殿这个字的字根是来自于能力。这句话或许就是告诉我们，只要有神的灵在，那个地方必带有权柄；只要有神的同在，那个地方必将为神圣的地方；只要有神的存在，那个地方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美国总统所坐的专机称为空军1号。只要美国总统他不论是搭乘的直升机或者喷射机，只要他坐上那一个飞行的航空器材，在那个地方瞬间，所有的国防部就把那一个飞行的器皿就称之为空军1号。这句话给我们一个很象征性、很具体的一个解释。当神临在他的圣殿的时候，那个圣殿就是天国。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谨慎来听。耶稣说：“天国在。”众人问耶稣说：“天国在哪里？”耶稣说：“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让我们用空军1号这种美国人的他们的文化来回想、来思考神临在的治权，他的掌权。当神临在他的圣殿，他的圣殿就充满了神的能力。因为这一个想法是来自于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话语，那个字叫做雅
雅扣这个字根就是圣殿的字根，意思就是能力。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不再是一个软弱的教会。当神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这个圣殿的时候，基督徒就不再是一个孤独跟软弱的基督徒。让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心坎，我们就在这里宣告：神，求你掌权。神啊，求你掌权，求你临在。当你临在的时候，我的生命的里面就不再有软弱这个字。让神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同在。当存着敬畏的心进到神的圣殿。所以当我们知道神临在的地方，我们一旦进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不应该好像进入到菜市场。耶稣责备2000年前耶路撒冷圣殿的大祭司跟在圣殿前面做生意做买卖的那一群商人。主耶稣赶走了他说：我户的圣殿岂能够成为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商场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岂能够被世俗马门所掌权吗？人不能有两个主，不是敬拜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就是敬拜这个世界上掌权的。盼望我们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生命掌权，唯有天上的耶和华我们的创造主。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做敬拜。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交换讲台做讲道的时候，那一个主礼礼拜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难过。因为当我在讲道过程当中，突然看到在教堂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就拿起了电话，就公然的在教会里面就讲起了电话。他不是告诉他说：对不起，我现在在做礼拜，我等一下再打回给你。不是，他就侃侃而谈，就坐在教堂的里面一直在讲他的电话。我一直在想说，他大可以如果很忙碌，他大可以请假，他跟牧师说：牧师，我今天不能够去教会今天让我能够请假。他也能够很有礼貌的告诉牧师。但是不是，他视若无睹，好像这个教堂里面根本从来没有上帝的同在。各位弟兄姐妹，这一个图片让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各位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一旦进入到礼拜堂，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不是敬拜那个讲道的牧师，我们不是去敬拜膜拜那一个讲道的牧师，而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殿，来通过这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仆人。他只是仆人，但是我们所要敬拜的是看不见的耶和华上帝跟圣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归正我们的礼拜，因为耶稣说神喜欢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我配吗？2000年前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的时候，他说这样子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哈巴谷，他一旦站在神的面前，就是存敬畏的心，将神摆在他的心中。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你们岂不知道充满你内心的圣灵，你们的心就是神的殿吗？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再毁坏我们内心的圣殿。保罗紧接下来他讲的，你们的内心是圣灵的殿之后，他讲了：若有人毁坏神的殿，若有人毁坏神所创造的这个心灵的圣殿，或者创造的这个礼拜堂，就是不在意，就是随随便便。这一个毁坏在原来的希腊文，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一个毁坏本身的意思就是里面的生命腐败了，里面的生命腐败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被世俗化、被堕落、扭曲，那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懂得求神的怜悯。这个毁坏神的圣殿的人，神就必让他自生自灭。保罗说：神必要毁坏那个人，意思就是神就留着那种腐坏的臭味跟腐坏的生命，就留给他，如同那个失了味的盐。就是已经不再能够有盐的功能，那些岩石的已经溶出来的那个盐巴的那块石头，神就把它丢到外面，让人来践踏。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为自己的内心圣殿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奉主耶稣的圣名，
恳求圣灵怜悯帮助我，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赐给我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让我的圣殿里面不再充满了似是而非不好的世俗化的一个道德。21世纪是一个享乐主义，20世纪是一个讲究个人存在的一个至高的自主的意愿的一个时代。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说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用自己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在我们的自我的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敬拜的耶和华。所以不论是民主，不论是一个军权，不论是一个威权，人所有掌权的只有一个，就是耶和华唯一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将我们心灵的圣殿交在这个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耶稣，恳求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有清洁的心跟正直的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谨慎珍惜做礼拜，做礼拜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竹堂教会今年的一个查经的一个主题，就是遇见神。在做礼拜的当中遇见上帝，是所有的宗教行为当中最具体也是最频繁最经常的。只要我们带着渴慕的心进到神的圣殿，神会用不一样的需求，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显现给我们，不论是用心灵的眼睛或者用肉体的眼睛。有人甚至是亲自用肉体的眼睛看到天使，看到圣灵，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了异象。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与神相遇。我们知道敬拜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吗？刚刚我讲那一个让人神心痛的做礼拜听电话的那个图像，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在神的面前警醒反省，过去的年月里面，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礼拜呢？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哈巴谷，我要拥抱天上的父，我要拥抱神的话语，我要拥抱那一个运行在我生命当中的圣灵，我要在我的心中拥抱圣灵，让圣灵掌权。各位弟兄姐妹，哈巴谷就在他自己的这个书信的里面，他写了这一句话：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人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恭敬地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毕恭毕敬。敬拜神的时候，不只是用肉体的触力，不只是用肉体的恭敬，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内心世界全然的敬畏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哈巴谷所留给我们这种属灵的教导跟提醒，也跟传道书第5章第1节相同的教导。所罗门当建了圣殿的时候，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传道书里面，他说：你们到神的圣殿面前，当谨慎你们的脚步，而且敬虔来聆听。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谨慎我们的脚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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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虔来到神的面前，敬虔来听神的话语。犹太人做礼拜，特别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山冈上的一个礼拜堂，所以犹太人说：我举目望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意思就是我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山脚，我要往圣殿走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往圣殿，就好像阶梯一样，一步一步。我举目望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谨慎我们的脚步，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神在他圣殿里面所讲的话语。这是神所喜悦的礼拜，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礼拜，这是圣洁的礼拜，这是神所喜悦的礼拜。各位弟兄姐妹，虽然中文的圣经并不是用礼拜这个字来翻译保罗的罗马书12章第1节，中文翻译成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服事。事实上，希腊文服事这个字有双关语，一个就是服事神，第二个就是敬拜神。英文翻译成为 service， 就好像英文说 Sunday service， 主日崇拜。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喜悦的礼拜。
那一个理所当然那一个字，上个礼拜在主日当中，我有为各位弟兄姐妹解释这一个字的原文是 logos， 理所当然这一个字，在希伯来语，特别是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的字根是来自于 logos。如果你对希腊文已经在做礼拜当中曾经听过牧师的讲解 ，logos 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个道。logos 还在新约的圣经里面经常被翻译成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叫做理所当然的礼拜，就是合乎圣经教导的、合乎圣经原则的礼拜，也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礼拜。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经常的学习，不断的学习，直到有一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在神的面前站立在神的面前。今天的哈巴谷书第2章第1节刚好能够造就我们。哈巴谷说：“我站在望楼守望台，我站在城墙上的那个守望台，我在那个地方仰望天上的星空，我就问上帝说：上帝啊，你要对我讲什么样的话？”第二个，他等着将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情绪、他的思想，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诉讼、诉愿。所以这是一个倾听，也是一个跟神的一个交托。各位弟兄姐妹，在当中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聆听圣经的讲解，我们聆听诗会宣读神的话语，我们聆听圣灵在内心里面对我们讲解的经文的真谛，然后我们从我们内心，在内心的圣殿的里面，我们就发出了我们自己的感动的一个祷告。愿圣灵永远与你同在。所以这种礼拜，神所喜悦的礼拜，必须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带着敬畏的心矗立在神的面前，带着敬畏神的心，恭恭敬敬的来面对上帝。第二个就是带着一个谦卑跟渴望的心，跟主说：主啊，赐给我一个改变我生命的一句话。主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求你赐给我改变我生命的一句话，然后在神的面前说阿们，应答神的话语。跟神说：神啊，我不配；神啊，我赞美你；神，我感谢你；神啊，我将我这一个将要在审判台前被定死罪的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当我们进到圣殿的时候，神降临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哈巴谷说：耶和华上帝临到了他的自己的圣殿，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当神临到他的圣殿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各位弟兄姐妹，我没有讲解之前，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想象到，已经回想到曾经在你读过的圣经里面，你会想象，当神临到他的圣殿的时候，他的圣殿会充满了一切的荣耀，是光明到不得了，让我也不敢睁开眼睛。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看到的燃烧的荆棘，看到神的荣耀，他用他的帕子就遮着他的脸，说：神啊，我不敢见你，因为见你的荣耀我必死。各位弟兄姐妹，神临到他的圣殿的时候，就充满了荣耀。但是最重要的，神与人相遇的时候，最重要的经常就是神要跟人讲话。神跟摩西讲话，神跟雅各讲话。各位弟兄姐妹，神跟以利亚讲话，神也跟耶稣讲话，神也会跟我们讲话。各位弟兄姐妹，神在今天的礼拜跟往后的每一次，我们跪下来在自己内心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经常进入到你的内心深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有那种蒙恩膏的恩赐，就是圣灵不断经常的充满在你内心的深处。当圣灵进入到的圣殿，我们必须安静恭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预备自己来聆听神的话语。传道书第5章第1节，所罗门在他耶和华的圣殿的时候，他说：你们进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当谨慎你的脚步，敬前听，预备我们的耳朵，一个能够听得到的耳朵，能听的耳朵，能领受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愿耶稣基督用他钉痕手触摸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通、耳通、眼明，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个降临在他自己圣殿的神。我们就听到了上帝说：“我的孩子，将所有的启示写下来。我的孩子，将我的启示写下来，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圣灵的感动就是这里哈巴谷书所领受的。神的默示明明写在板上，不是写在西乃山上的那2块摩西手上的石板，或是以西结书说是写在人的心板，不只是写在一个石板。各位弟兄姐妹，是让人读了以后容易懂，让人读了以后能带着走。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所讲的话就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生命的亮光。凡敬虔敬拜神的人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恭敬的听，因为圣灵必在乱世当中将生命的道教导给我们。哈巴谷书说，凡敬虔的人都应该带着敬虔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各位弟兄姐妹，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圣洁的儿女，将生命的道如光照耀表明出来。愿圣灵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跟你们分享的我，让我们每一个人充满了圣灵所带来生命之光，能够在这个乱世当中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同心祷告。圣哉圣哉，耶和华我们的上主，在你的至圣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敬拜你。通过你的仆人哈该，他所留给我们这一句这么美丽的话语，神降临在他的圣殿。主啊，我们渴望你裂天而降，在每一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让我们真的带着你从天所赏赐的生命的光，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愿我将自己将我们的生命献为活祭，是神所喜悦，是圣洁的，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